前總統李登輝就喺李登輝基金會募款餐會上活動嘅時候接受媒體訪問，再度重申台灣同日本係同一個國家。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同台北市長柯文哲亦都到場參加呢一場活動，外界認為頗有對李登輝聲援支持嘅意味。前總統李登輝接受日本媒體訪問嘅時候，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台灣同日本係同一個國家。當時台灣人身為日本人，為祖國而戰。李登輝話：既然係同一個國家，台灣對日抗戰當然唔係事實。呢番言論引起議論。李登輝基金會22號舉行募款餐會，李登輝再次強調台灣冇抗日。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亦到場參加呢一場活動，被安排坐喺李登輝嘅隔離，兩個人互動頻繁。蔡英文表示，台灣唔能夠再對立落去。日前為咗呢件事哽咽發言嘅台北市長柯文哲亦嚟參加呢一場活動，頗有聲援力挺嘅意味。總統府亦都發出新聞稿，批評李登輝嘅講法係否定台灣嘅主體性。另外有國民黨立委想提案刪除李登輝嘅卸任總統禮遇，李登輝對此表示佢並冇意見。